今天给老头准备点下酒菜，陪老头喝点。牛舌，牛蹄，这小牛蹄子漂亮，再切点牛头。多切点牛舌头，这个我爱吃。够了，这盘凉着吃，这盘加热吃了。小配菜，感觉这个肉像配角了，但是好看。还有它，老头儿，快！你看我做的多好看！准备啥这么丰盛今天？王大那今天咋准备这么丰盛？你猜猜，有牛蹄儿、牛头，还有牛口条。这盘是凉的，这盘是热的。那今天什么好日子？就上这些东西了。关键这盘摆的好吧？那我先尝一口牛蹄儿。牛头啊，这牛头啊！哎，中间才是蹄儿呢。啊，行，从头开始。这玩意儿从上不到下嘛，从头开始。味道好不？凉的好吃。凉的才好吃。这个汁绝了。我来一个牛舌。哎，往上吃。嚯！还喜欢蘸汁吃，味道浓。走一个。这怎么还吃到嘴上了呢？来走一个。美味。我要再吃个牛蹄儿。这个你得多吃。你来个加热的牛头肉。好。哇，拉丝呢？哇！加热就糯糯的。当真。还有新吃法。再来个牛口条。啊，再来缺了。等等，不带点菜的啊。那配个牛口条，那味道就更好了。我再叠一个。这意思吧？是。来，草原三明治。哇！就这味道。你嘴大，来个大的；我嘴小，来个小的。满意不？好。走一个呗。让孩子一回来一看，这老两口幸福的。